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咗逢星期四嘅 K2 搜尋節目時間，我係屈穎妍。新年放假呢，我有個意外嘅收穫喎，就係上網睇咗一出好動人嘅電影，叫做《狙擊手》。呢套戲呢係2021年由張藝謀同佢個女張抹共同執導嘅。喺香港冇上畫，但喺內地呢就有好好嘅口碑，咁所以我就特登上網揾返嚟睇。電影講嘅呢就係抗美援朝時期我哋中國人民志願軍裏邊一班狙擊手嘅故事。當中有個神槍手呢，因為槍法太犀利啦，甚至引嚟美軍最厲害嘅幽靈狙擊手同佢挑戰添。雖然係戲劇，但係神槍手嘅角色原型呢，原來真有其人嘅喎。於是我就特別翻查一下歷史，原來我哋國家真係有個世界頂級嘅狙擊手。佢喺抗美援朝一役呢，一鳴驚人，甚至被列入世界10大狙擊手之一。而佢喺名單裏邊呢，係排行第8，係10人裏邊唯一一個東方人。佢個名叫做張濤芳，係一個完全冇受過正統軍事訓練嘅21歲年輕人。佢靠嘅呢，只係勤力、天賦、一顆對國家忠誠嘅心，同埋一支連瞄準鏡都冇嘅蘇聯老式步槍。喺抗美援朝一役裏邊一鳴驚人。32日之內，用436發子彈擊斃咗214個敵人，被稱為上甘嶺狙擊神。而最令人吃驚嘅呢，就係呢一位新兵張濤芳，佢由第一日拎起槍打咗3次都唔中靶，到成為一代槍王，中間只係經過咗3個幾月。張濤芳呢係江蘇人，20歲就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受咗2個月嘅簡單軍事訓練，就跟隨部隊去咗抗美援朝。大家都應該睇過好多關於抗美援朝嘅歷史㗎啦，咁知道當時戰場上邊中美兩軍嘅裝備呢好懸殊，中國人民志願軍嘅子彈甚至係要配給嘅。咁所以為咗避免無謂嘅損失，中央就下達批示，派咗狙擊手開展一啲叫做冷槍冷炮嘅運動。因為志願軍發現自己嘅武器咧遠遠不及美軍，正面戰鬥會處於劣勢，於是咧就用冷槍打狙擊戰，務求用最少嘅子彈嚟到殺敵。喺冷槍冷炮運動開展之時咧，張濤芳就跟隨住部隊嚟到朝鮮打仗。咁佢係新兵，屬於第24軍72師214團。佢哋一到埗咧就要每日練槍啦。不過張濤芳嘅第一次非常之慘不忍睹啊！佢打咗3槍，全部唔中靶。第一次嘅試槍係0分。其實又唔怪得張濤芳嘅喎，因為佢哋用嘅咧係一支蘇製莫辛納金 M1944型嘅步槍，最土嘅一種槍，係冇瞄準器嘅。不過失敗冇打倒張濤芳，反而刺激咗佢要刻苦練習嘅鬥心。從嗰日開始，即使喺-30度嘅嚴寒底下，張濤芳依然一個人趴喺戰壕裏邊，不停咁練習瞄準、發射，去磨練槍技。當然啦，佢哋練槍打嘅只係空槍，因為佢哋唔可以浪費真嘅子彈。根據戰友嘅回憶，張濤芳日頭就練，夜晚又練，結果練就一雙金睛火眼。其實本來張濤芳做唔到狙擊手嘅，因為佢3槍唔中靶嘅結果激嬲咗連長。連長一怒之下，直接將佢安排咗去炊事班。炊事班就即係廚房啦，軍隊裏邊嘅廚房，負責煮嘢食嘅啫。但係張濤芳冇放棄，一得閒就練槍，日頭就對住山上嘅石頭同埋樹木練，夜晚佢就借住星星月亮嘅光同埋煤油燈嘅光嚟到練。張濤芳嘅努力感動咗班長同埋老隊員，大家紛紛出手教佢點樣射擊。好快佢就學識咗測距離啦、計算提前量等等。咩叫計算提前量呢？舉個例，你要打向住山下邊跑嘅敵人，佢跑得快嘅話咧，你就要瞄準佢隻腳；如果佢跑得慢，你就要瞄準佢膝頭哥。調翻轉，如果你係要打跑向山上面嘅敵人咧，佢跑得慢，你要瞄準佢嘅頭；如果佢跑得快咧，你就要瞄準佢頭上邊10公分左右嘅地方。呢啲就係前輩教張濤芳嘅狙擊技巧。經過刻苦訓練同埋高人嘅指點，張濤芳終於開竅啦。佢第一次出手，一槍就打死咗一個美國兵，但係佢一啲都唔高興喎。點解呢？原來佢當時明明瞄準係第1個兵，但係打死嘅呢竟然係第2個兵，咁即係話佢仲未瞄得準啦。萬事起頭難，一開咗頭，試咗所學，能唔能夠學以致用，先至有改進嘅空間嘅。
咁張濤芳第一次出任務咧，就成績唔錯嘅，佢只係用咗9發嘅子彈，已經打低咗7個美國兵。於是張濤芳就更加刻苦訓練啦。佢話俾自己聽，平時訓練咧就要當真打仗咁樣，因為訓練多流汗，打仗就會少流血。人哋話皇天不負有心人，但係張濤芳咧就係功夫不負有心人啦。苦練之下，張濤芳已經可以拎住把蘇式嘅莫辛納金步槍，就好似拎住把衝鋒槍射擊咁樣，瞄都唔使瞄，一槍中的。從此，抗美援朝嘅戰場上邊出現咗一個優秀嘅狙擊手，佢更加喺上甘嶺戰役裏邊被封為神，成為咗中國嘅狙擊之神。嗱，大家記住，志願軍用嘅係冇瞄準器嘅步槍，咁所以張濤芳嘅口頭禪就係瞄準器喺我心裏邊。張濤芳嘅自信係源於每個日夜嘅刻苦練習，佢好快就超越咗所有嘅老狙擊手，成為咗敵人眼中聞風喪膽嘅幽靈狙擊手。張濤芳嘅戰績俾軍隊嘅報紙《火線報》報導咗出嚟，軍長皮定均呢就將信將疑，於是就叫咗參謀長嚟，俾一對皮靴佢，然後同佢講：我想睇下呢個張濤芳嘅槍打成點，直接去呢就驚嚇親佢。不如你帶呢一對皮靴去見佢，睇下佢打槍。如果親眼見到佢連續消滅3個敵人，就將呢一對皮靴送咗俾佢。如果佢做唔到，即係假㗎啦，就拎翻嚟俾我。皮定均口中嗰對皮靴係佢最中意，一直唔捨得着嘅。參謀長去到前線視察呢個結果，就係見到張濤芳唔單止消滅咗3個敵人，於是皮靴就即時送咗俾佢啦。後來共青團召開咗第3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裏邊呢就有呢個神槍手張濤芳。咁張濤芳正準備起程回國去開會啦。嗰日張濤芳就接到通知，就叫佢務必要喺回國之前呢去軍部行一趟。原來係軍長皮定均要見佢，於是張濤芳就特別攞咗軍長送俾佢嗰對皮靴嚟。見到軍長之後，佢一臉嘅自豪咁將皮靴擺咗喺台上邊。佢話：靴子裏邊係打死敵人嘅記錄，因為我每消滅一個敵人，就會將彈殼留低。而家我想將呢一對裝滿彈殼嘅皮靴送翻俾軍長你。軍長睇下呢對皮靴，好驚訝咁問：點解你要還翻俾我啊？張濤芳就摸下個頭笑下，佢話：我着呢一對咁靚嘅皮靴太浪費啦，都係俾翻軍長着好啲。軍長聽咗之後笑住話：你有資格着，你着我就開心啦。講完，軍長就喺皮靴裏邊攞咗一紮子彈殼出嚟問張濤芳：呢度一共有幾多啊？張濤芳即刻回答：211。軍長就話啦：你呢個冷槍打得唔錯，但係仲差咗啲嘢。你係隸屬第214團，點解淨係打211個啊？翻去再打多3個，湊夠214個就光榮回國。軍長嘅話可能只係開玩笑，但係張濤芳就當真啦。佢即刻拎起槍，轉身就走。佢要執行軍長嘅命令。果然3日之後，張濤芳真係完成任務，喺211上面加咗個3。於是佢呢個隸屬214團嘅狙擊手，一共殺敵214人。從1953年1月29日開始，去到5月25日，張濤芳一共去咗朝鮮3個月零26日。除咗集訓、開會，張濤芳實際上戰場射擊嘅時間呢，就係32日。佢一共用咗436發子彈，擊斃咗214個美軍，創造咗中國志願軍喺朝鮮戰場上邊冷槍殺敵嘅最高紀錄。而更重要嘅係，佢個人完全冇損傷，堪稱係奇蹟嘅。1953年6月，張濤芳出席咗第2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被毛澤東主席親自接見，並且頒佢特等功同埋2級狙擊英雄嘅榮譽。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呢，亦都頒予佢一個1級國旗嘅勳章。而佢當時用嗰支步槍呢，而家仲擺咗喺中國軍事博物館，去說明呢個主人曾經嘅輝煌。喺上甘嶺戰役結束之後，志願軍去收繳美軍嘅營地，先發現原來佢哋對槍法如神嘅張濤芳有幾畏懼。因為喺檢查營地嘅時候，佢哋發現一大批美軍留低嘅罐頭入邊呢，原來全部都係屎同埋尿喎。咁當時呢個營地呢，正係俾張濤芳等一班嘅狙擊手喺外圍封鎖。咁即係話攞住 M1944 式莫辛納金老式嘅步槍執行狙擊任務嘅張濤芳，因為槍法如神，嚇到呢一班美軍連廁所都唔敢出去，
寧願匿喺營地入邊用罐頭嚟到解決，都唔敢行出碉堡嘅半步啊！可見張桃芳令到美軍聞風喪膽到咩地步？有人話張桃芳係天才，事實係佢有一種人哋冇嘅天分，就係天生嚴重嘅遠視眼。呢個特點有益於佢瞄準遠處地方進行追擊。張桃芳嘅射擊目標一般係100至到300米，甚至更遠。呢一種追擊嘅距離幾乎已經係肉眼所能夠承受嘅極限㗎啦。張桃芳仲有一個厲害嘅地方，就喺戰場上邊總係能夠鎖定敵軍嘅關鍵人物，一槍爆頭。咁樣嘅精準度，相信美軍點都諗唔到擊斃佢哋嘅，只係一個經過2個月訓練嘅狙擊手。由於張桃芳嘅槍法太過犀利啦，為咗反擊，美軍特別調嚟一個外號幽靈嘅狙擊手嚟到對付張桃芳。嗰日，當張桃芳去到陣地嘅狙擊台，忽然間一連串嘅子彈打到佢身邊，嚇到佢即刻趴返入戰壕裏邊，順手攞起咗一頂廢棄嘅鋼盔，用槍托撐喺戰壕外邊引誘對手。不過對方好有經驗，冇上當，顯然呢個係一次嘅高手較量啦。多次對戰，美軍呢個幽靈狙擊高手啊，最後都係死於張桃芳一槍中眉嘅神勇槍法底下。1954年回國之後嘅張桃芳報名參加咗志願軍嘅戰鬥機飛行員。1956年佢加入咗中國共產黨，成為咗新中國第一代殲擊戰鬥機嘅飛行員，將青春奉獻咗俾祖國嘅藍天。退出前線之後，張桃芳入咗蓬萊空軍防空部隊擔任參謀長，直至到1980年退役。2007年10月，呢位冷槍英雄張桃芳走完咗佢充滿傳奇色彩嘅一生，喺山東嘅濰坊逝世，享年77歲。據統計，由1952年5月到1953年7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嘅冷槍冷炮運動一共擊傷擊斃咗敵軍超過52000人，創造咗戰爭史上邊狙擊作戰嘅最高紀錄，大力挫敗咗聯軍，為停戰協定嘅簽訂奠下咗基礎。1953年7月27日，中國代表團嘅首席代表同埋聯軍嘅談判代表團嘅首席代表喺板門店正式簽署咗停戰嘅協定，歷時2年零9個月嘅抗美援朝戰爭終於都結束啦。張桃芳同佢嘅狙擊隊只係抗美援朝戰爭裏邊嘅一個小故事，但係正正係呢啲偉大嘅小人物、小故事，寫下咗一場波瀾壯闊嘅歷史，令到美國人從此唔敢睇小我哋中國人。好啦，今日節目時間有夠，下星期我屈穎妍會繼續喺 K2 搜尋再同大家講故事。拜拜。